大家好啊！我哋呢度面對住夕陽西下嘅一個海岸，咁啊慢慢跟住個鏡頭，呢度都會有攝像頭嘅吓，睇睇依家啲貨輪，嗰邊又有一條貨輪，啲貨輪過緊嚟，啲貨輪，好啦，咁就翻轉頭呢個去翻呢度呢個鏡頭，我對住呢度，其實依家隔得好遠，大家睇乜都好似睇唔到咁樣樣，就係響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咧，對新加坡嚟講係一個好有歷史嘅紀念嘅地方。嗰度就係三巴旺嘅造船廠。三巴旺造船廠其實響二次大戰之前，嗰度係英軍嘅一個收船嘅地方，因為英國人響一個海峽殖民地嗰度嗰陣時叫海峽殖民地。我哋中國人咧就將一片地域由越南、菲律賓到馬來西亞、印尼，包括呢個彈丸之地嘅新加坡，我哋就通稱為南洋。我仲係習慣於叫呢度為南洋，比較合適我哋自己作為廣東人對歷史嘅記憶。呢個三巴旺嘅地方，海軍造船廠，到咗50、60年代，英國逐步撤出嘅時候，新加坡嘅起步都係響呢度，包括我哋嘅呢度嘅第二任總理吳作棟先生，佢亦都係響呢度一個公司，通過佢去擴展去做貿易，承擔起新加坡早期嘅港口城市嘅貿易發展嘅個重擔。三巴旺，記住個地方。如果有機會嚟新加坡冇幾多地方可以值得你遊玩下嘅。咁三巴旺呢度係有歷史嘅記憶喺呢度，因為佢係英軍嘅收船廠，新加坡嘅佢嘅造船業嘅起步，國際貿易港口嘅運輸早期亦都係靠呢度。到咗日本人發動南洋戰爭嘅時候，首先攻擊嘅同樣係呢一個地方。佢日本人通過呢個烏敏圖呢條咁嘅水路入到嚟，突然間切斷，因為當時咧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，英國人咧一直響馬來西亞嗰邊部署，主要係驚日本響陸路進攻過嚟。點知日本人嘅海軍佢哋都好犀利，英國人冇防守，即使係防守，但係嗰種防守嘅力量仲係同日本人對比起差好遠，所以好快脆新加坡一淪陷，馬來西亞就跟住。主要點解要攻佔新加坡呢？大家都知道呢個地理位置，而且英國人嘅地盤嘅根基就喺新加坡。好啦，再嚟講下一段嘅歷史，睇住呢度好似冇乜嘢靚嘢，又睇唔到啲咩風景但係咧就對住呢個海岸線，呢度下低呢度一到周六周日嘅下午，好多小朋友喺呢度玩水嘅因為呢度啲沙雖然你睇到好多石喺度，但啲沙好舒服㗎，好靚好幼細呢度啲沙多謝各位。